根据着妇女救援基金会统计，台湾伫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后，去互日本兵操打压去做性服务的人，愿意表态有59位。这群人互人叫做慰安妇的阿嬷，即马只剩2个人在世。基金会也成立全台湾头一个关心慰安妇议题的博物馆，所以因为疫情甲经费问题，在1月初10会先关起来，暂且休困。 嗰啲顶讲吼，除了是代表迄阿嬷吼，这个样子吼，就相当于阳明山呢，即嘛还有芦苇，芦苇呢在圣经里面就是它不折断，柔弱但是有韧性。 照路德的形体打造的电讲，计共59支，抽出来的人名，每一个拢代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后，去互日本征调去做性服务的慰安妇。 这间伫咧台北迪化街，真有古味的厝体，对清朝流传到大，不是观察店、杂货仔店、甲米行。5年前，妇女救援基金会上准这个所在有袂少观光客，专改伊设计做阿嬷刀人权博物馆。一个部分是传承整个历史的一些真相的部分，大家看真相哈。第二部分希望传承一个女性的一些。 那个性别人权的一些意涵在里面。未来进程拢想要到讲，这个议题内底有遮尼大的学问，来参观了，才了解讲台湾有遮尼济、遮尼辛苦的女性有遭受讲这款的议题。 不如个阿嬷刀人权馆，逐个月简单出租就超过15万。妇女救援基金会表示，逐年平均得了300-400万。今年搁当着疫情，门票含一寡商品卖了歹，这趟冻到11月初就会关门，准备搬厝。大概是每年都是负债在经营的。今年疫情的影响，门票收入像1到6月只有几千块，非常的困难。那之后民众去 参观的时候，在那个大同区的附近，然后距离捷运站会更近一点。妇女救援基金会对1992年开始找出阿嬷的故事，教育艺术一步一步陪伴阿嬷行出历史，谈因身上甲心内所留落来的伤痛。基金会讲，阿嬷对资本的59位，即马只剩2个，不过因会继续办展览，望搁较侪人重视性暴力的问题。记者民警张学水台北报道。